繼續來看國民黨的黨主席鄭麗文率團到中國訪問，今仔日第2天是到南京的中山陵追思着國父孫中山。鄭麗文致辭的時陣，有幾若解是講甲腦光啊甜甜甜。同一個時間，咱的國防部公布着中國軍機艦的動態，講為昨透早6點到早起的透早6點。阿強啊，總共出動着11隻的軍機艦來擾亂着台灣。國安局長蔡明彥批評講，中國即擺所實施的就是兩手的策略。孫先生，你可知道，在海外的孤島中，也有一個無名的青年在雄淚滿襟。帶國民黨去到南京中山陵祭祖，講到國父孫中山過身，國民黨主席鄭麗文就講到後天。歷史悲劇的根源是國共內戰，因此結束兩岸敵對狀態，締結和平是國民黨不能推卸的歷史責任和義務。那這段由中國國台辦副主任潘憲昌提早探路專程陪同參觀，馬上中山陵抗戰中的中山陵兩本冊予鄭麗文，多方解說這是有真正的歷史暗示。不過中國昨透早到今仔日透早6點就出動11機艦，一台公務船擾亂台灣，還有2架次下過海峽中線。中共的對台策略主要還是核戰加壓的一個手法。點出中共推進兩岸交流活動，背後攏有統戰的目的。透過國際打壓，佮宣傳融合統一，都是要看台灣人曉得。鄭麗文到上海時，由國台辦主任宋德親身接機。前國民黨立委游耀蘭講，這已經是中央戰役的活動。尊重這個在野黨，然後進行這樣的黨對黨的交流啊，我覺得這個基本上它是開啟了另外一個可能，這也是我們過去前所未見的。這也是我們才會高度擔憂。如果你的所有的東西都是被限制、被約束的時候，那中華民國在這一趟的行程中還能夠呈現出來嗎？兩岸同胞完全有能力、有智慧解決好自己家裡的事。即句家己厝的代志，無允准共同工園互人拆散。國防部嘛強調，人安排的統戰套路唔通中計。Hello， 我是張新文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